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不少服务业拢减少人力。即马台湾边境解封出现大量的人才需求，劳动部身体就业中心就参与了经业者来大学找人才。详细听业者小解工课内容，真侪服务业经过3冬外疫情，人力拢缩减。即马随边境解封，大家赶紧来到学校找人手。若条件变好，薪水方面嘛有调整。 准备好势要来抢人才，缺乏的是我们百货的楼面营业人员，还有企划人员，还有我们的服务台人员，这个缺员对我们来讲是还蛮挑战的一块，那也是一个需要补足的缺口啦。是我们今年都有大幅度的一些调整的部分，像以北部的地区来说的话，我们的时薪可以高达185到210块这个中间。那以正职来说的话，其实我们幅度可以调到3万7，那储备干部都是4万以上。这摆来找人才业者包括百货公司、餐厅业者，各大型的连锁服务业，透过现场面试。 希望会使赶紧找到适合的员工。疫情开放之后，我们应该至少有5000个人力的缺口是有待补实的了，那这个数字也有可能在持续的增加中。的薪水新竹地区来讲，其实已经提高到大概170块到190块中间了，那在疫情前大概160块。那当然这个数字我们觉得还是有提升的可能，根据新竹就业中心观察。 疫情前后，想要找厨房相关的工课的人变多，最主要原因就是薪水较悬，也建议业者提悬薪水，对找人才方面会真有帮助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